关系在地新闻继续来讲，明仔载就是警察节，但是今仔日所有优秀的警察，互人开枪拍死。这是发生伫台南，这个要当选到模范警察的警察组刘三营，半暝2点，伫柳营一间练歌场，拄到一个过去要互伊掠过的男子，对方对伊真怨愤，竟然是当场开枪甲弹死。警方已经锁定目标，会伫上短时间内甲歹徒逮捕归案。救护车赶紧将人送到病院，验过急救嘛是无效。死者是台南市刑警大队的侦查组刘三营，伊透早甲朋友到柳营一间练歌场去食饭，拄好拄着捌互伊掠过查甫人，坐伫隔壁桌，想要到这个查甫人扣分，对无防备的刘三营开枪。这个嫌疑人目前我们知道的，应该就是枪炮的前科。通识人才当然拢感觉唔甘甲悲伤。这个刘三营较早是特勤队的成员，后来转调到市刑台侦查队，想要继续维持好的体能，所以讲甲同事发起大型健身运动，搁伫面前顶面分享。我刚50下，1、2、3、4。那体能自主训练，伊105年，佮捌当选台南市模范警察，接受过表扬。刘三营平常时下勤务了，拢会转去甲爸母做伙大，是同人眼中的孝子。明仔载是警察节，优秀的警员却是遭受不幸。警方即摆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要伫最短时间内将这个嫌犯逮捕归案。